我每天要食得閒，去老麥冇廿蚊餐，弊在決定食大家樂，燒味滷味一味係咁加。我約 friend 約在 UA， 去戲院焗睇 3D， 但淨係字幕立體字，壓錢戲院鬼細用眼鏡，玩玩熱鬧也加晒價，下下都係老屈，明屈明屈點算啊？不中六合彩冇辦法，按又貴書報廢，撳住搶交通費，睇奧運又話要收學費，縮水免收價到鬼咁貴，貴價港鐵亦加，到百佳魚惠響到價，收緊領會樣樣零售一樣，起價極貴笑你大喇叭，暴動啊樣樣加價，想爆粗，貴到想發癲，貴到想發癲，咪再起勢亂加。